花莲光复乡今仔日是演练疏散撤离，下晡2点先发简讯警报，请居民都爱疏散去收容所。也若是4点是发这崩山湖的警报，请民众都爱去较悬的所在避难，莫实施强制撤离。伫咧3点钟内完成所有的撤离计划。 下晡4点1个到崩山湖警报系统就断啦，伫大街小巷警察车也播送避难的广播。花莲光复乡伫崩山湖灾后，可能拄到风尘风台侵袭，18头一摆进行疏散撤离演练。下晡2点开始，先发送一个简讯警报，请民众配合疏散到收容所。现场有官方人员来协助安置。 看他就是，如果说家里多一些以户长为主要嘛，然后他可能有带他的家人嘛。总协调官桂连成甲花莲县长徐正伟这人到电视台演练情况，像是马太安教会有个会使接纳250人。牧师跟我讲，250位没有问题。那他们睡的这个椅子比较有一点斜，但是我们会提供睡袋。这次所有的居民我们都准备1个睡袋，如果你觉得1个睡袋不够，我们会有2个睡袋铺在你的垫子上面。 虽然有不少民众来到收容所避难，也有民众是直接爬到厝内底2楼去避难。一家人也伫市区下晡来看这民众状况，确认是毋是严格来执行向上避难。团队要上去。 就伫中途就拄到一寡倒煮饭的义工，也伫咧徛过1楼，伫咧煮饭，准备当场解讲假释关掉，正是演习的时间。职工也赶紧甲假释关掉，物件收好，赶紧去楼顶避难。随上对早起开始，包含大马这村庄的民众继续伫咧门外来贴沙包，有的也伫咧窗仔顶面钉茶帮，来防范若是有风台来，风雨袂吹入去厝内底。也有民众提早离开到亲戚朋友因兜去避难。 家里有没有准备好东西？如果你要做垂直避难的话，就是泡面那些食材，我冰箱是还有东西啊。演练啦，他们说有人不喜欢这样跑来跑去啊，很累的。大部分都有的出门了，有的到花莲到义里啊。光复官方精神，光复这3个乡镇实际上有4200多人住伫遮，也来这摆头一摆疏散撤离演练，政府决定伫3点钟内底完成疏散撤离，车辆的载运也有人员物资到位，这演练停驶，事先来进行防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